小培华来看新北市的消息，新北市这个三重埔昨尾暗有一场强庙的游景的活动，现场是真闹热，也毋过嘛真混乱。有一个骑乌托巴人经过中孝路一段的时，因为拄到熟悉一个顶头的朋友，双方就咧停落来开讲，过程中后边的人甲车拢有撞到，警方赶紧甲可劝伊离开，也毋过这个骑乌托巴人毋参与，佮甲大细声，后来互警方抓起来。 吊警现场，人是一家吵，只是讲这场面是真混乱，也阁有人咧大声讲。有不少人互惊到，也阁有人咧记。现场一直加派警察来支援，控制场面。 一个伫白色安全帽的查甫人上届失控，佮匹配叫去互警方甲压制。坐下！冲突就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。昨下晡中孝路一段强庙举办游景的活动，一个19岁姓罗的骑士经过去当着熟悉的电头朋友，转停落来开讲，也毋过影响到行车动线，去互警方甲劝导，要求伊离开。 也毋过伊无要配合，当场情绪失控，随即互警方甲压制。过程情绪激动，更与执勤同仁争执。本分局为避免该名男子有危害公共安全之余，当下立即将其压制，实施管束带回勤务处所，直到该名男子情绪和缓后，则互有人带回。好在在现场经历有够冲突无继续扩大。 这是开讲甲含警察来去援家，马加做一遍要紧活动，意外插曲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